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来祷告，将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摆列在你的面前，那就是要渴慕的来寻求你，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求你借助你的话，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思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时候将讲的、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来交托，让我们都一同蒙恩，以致我们能够激励的来继续的来奔跑这条天路。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也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士林教会的里面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打开马太福音第16章这个18节，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。当然，今天牧师讲到的时候，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一面手拿着圣经，一面用圣经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。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，可能今天要翻的圣经也蛮多的，那么请大家仔细的来看。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，大家翻开了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：“我还告诉你们，你们是彼得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”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，是指什么？天主教就认为这是指这个彼得，彼得是第一代的教王，要把它建立在这个彼得的身上，结果他们就把彼得封为第一代教王。其实那是错的，因为彼得不能够成为什么教会的根基。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教会的根基在耶稣这里，耶稣已经预告了一件事情，教会的根基乃是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为他历史的一个事实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教会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成就的。所以耶稣才讲说，阴间的什么，要使这个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他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教会在过去历代以来这么多年，我们看到说，教会几乎是永远长存。我们看到似乎很多的罗马帝国想要毁掉教会，但是教会还是一直存在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它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这一件事实上。所以教会都不怕死，教会不怕死，教会连阴间的这个权柄一点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它的根基非常的稳固啊！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，不管哪里，不管教会小或者大，或者是很大型的教会都好，根基只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上，这个教会就永远的稳固。但是教会能够继续的生存，继续的发展下去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哪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要把福音传开，向世界来传开。那么教会怎么样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在今年的年头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主题，大家都知道，已经把它背在脑子里面是什么主题？刚才祷告成为我们每一日的服事，祷告要成为我们每一日，我们希望祷告要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服事。就像我们前2晚的这个祷告讲座告诉我们说，尼西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把问题提在上帝的面前，凡事借着祷告，专心祷告，然后专心工作，又继续的祷告。这是一个祷告人的一种的模式，所以让我们能够效仿。但是祷告讲座接来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就是今天主日的时候，
我继续要把这个主题推向另外一个高峰，那就是我们不单单要成为一个说祷告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？祷告的教会。我们不单单个人在家里面自己祷告，我们要在一起聚集在这里，来一起来向上帝发声来祷告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一样，怎么样？他们聚集在一起来向上帝祷告。有人说使徒行传是什么行传？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。有人说使徒行传也是什么行传？祷告行传。祷告的这个字眼在使徒行传里面总共出现了27次之多。意思是说，教会一直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借着祷告，它发出一种力量来对抗罗马帝国，对抗任何世俗的文化。凡是跟教会抵抗的文化，教会都能够胜过。为什么呢？借着祷告来成就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而不是士林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人家总是会问一句话啦。什么话？如果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你会问一句昨天有一位姐妹也问了，为什么祷告会的人数永远都是这么少？为什么祷告会的人数永远都是这么少？这位弟兄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弟兄姐妹好像都不来参加祷告会啊？为什么会这么少呢？然后他就问他的牧师，不是问我是问另外一位牧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因为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。然后牧师就告诉他说：弟兄姐妹们不来参加祷告会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不信呐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祷告。这句话很重哎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话蛮重的，就是我们不相信祷告，所以我们不来参加祷告会。怎么讲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这个牧师会这样说呢？原来这个牧师是以马太福音第17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7章19、21节这边讲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7章19到21节。这边讲的一个故事啦，就是一个的情况，19到20，马太福音第17章19到21节，这里讲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原来有人要来赶鬼，结果呢，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，所以呢，耶稣说：“这些人是缺乏信心。”那么耶稣讲说，这些人赶鬼赶不出去是没有信心，这个我们理解。但是耶稣基督再一次讲是说，如果你要把这个鬼继续把它赶出去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要什么？你要禁食祷告，你要过着那个所谓的自我牺牲代价的一种生命，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。你应该有一个什么祷告的生命，你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耶稣说你们没有信心，是因为你们什么不祷告了。所以如果意思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弟兄讲说，弟兄姐妹们不来参加祷告会是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了，就是他们缺乏信心了，意思是这样。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的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祷告的教会也称为说祷告的殿大家知道吗？祷告的教会就是上帝的殿那么我们看到说，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1章，耶稣怎么样形容这个祷告的殿？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今天麻烦大家翻多一点圣经，马太福音第21章第13节，这样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。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但是呢，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。”初期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它就称为上帝的殿，因为什么？弟兄姐妹们在当中有一起来敬拜祷告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教会不祷告，我们不把这个祷告的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主轴，那么这个上帝的殿岂不是要变成什么？这句话我们不敢讲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贼了我们是不是做贼呢？因为
为你不死，你不祷告，你在教会里面不祷告，他就是一个贼窝。当然，这样的一种相等的讲法是比较过重了一点，但是不是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岂不是一起来祷告吗？等一下，我的结论也是这样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是要祷告，就是要敬拜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贼窝了。因为你在做生意、做买卖，你在做行政组织，这些都不是上帝要的。当然，教会是一个组织的教会，没有错。但是教会不是组织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教会是一个会成长的一个生命。这个成长的生命，借着什么来成就？借着祷告来成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来思考。请大家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。我们今天我想要用一段这相当长的时间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一直到第10章，让大家来看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。初期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这个模式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那么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想一下，先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一个方向，就是这个反方向的思考来看一件事情。我们一般上都这样说。我为什么要祷告？是因为我的家发生问题。我为什么要祷告？是因为教会要扩建士林教会要扩建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是因为我们要传福音。12月我们有这个布道会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我们有种种的事工要求我们一直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所以我们就祷告。所以祷告变成是因为我们有事情、有事件要发生、有困难，所以我们祷告。但是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方式不是，《使徒行传》完全是一个倒转的一方式来向我们来阐明，原来教会不是因为有事情才来祷告，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它的本质就是祷告，不是因为我有事情才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。然后我想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事情我们才来祷告，而是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们先祷告，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先祷告，所以祷告就产生了一个意向，那么就产生事工，事工就发生问题，他们就继续祷告。当他们继续祷告的时候，教会就一直在往外的扩张。这个是教会的本质。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大概是选几样，从第1章一直到第10章，请大家耐心的来跟我一起来翻开《使徒行传》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就是第一个 chapter，first chapter， 第一章，我们看到说耶稣，请大家就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。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3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要升天了，复活了，要升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，门徒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第1章14节说什么？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是他们自己聚集之后，耶稣基督升天过后，他们就来到马可楼那边，在一起来祷告。耶稣没有说，你们要来祷告，或者是有事情你们要祷告，没有。门徒聚集在一起，自然而然的什么？他们就向上帝来祷告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的本质。教会的本质也是这样，你不用人家告诉你们什么，而是他们聚集在一起，自然而然的就自己向上帝祷告。而且14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怎么样祷告？同心合意，恒切的祷告。不是为什么原因，是大家聚在一起就一起来祷告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不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而是本身就是这样。然后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话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不久圣灵就要降临在你们当中。”结果圣灵就临到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充满着能力。那么就借着祷告，就产生什么？讲道。彼得就开始讲道。彼得讲什么？他说，在我们当中那个出卖耶稣我们的同胞啊，出卖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同僚因为出卖耶稣基督，他死了，而且圣经形容的很可怕被吊死，然后结果呢，吊死之后，大家可能想不起他为什么他肚子会裂。大家看圣经嘛，肚子会裂，为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吗？
他掉了3天或者掉一段时间，大概身体已经腐烂了，他掉下来，啪，整个的肚子就裂开，肠子都露出来，多可怕！他说这个卖主的犹大，因为卖主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少了一个使徒，然后就选多一个使徒。你看，祷告产生选举，祷告产生讲道，所以彼得讲道，3000人悔改。那么结果呢？大家都一起积极的在上帝的面前，那么遵从使徒的教训，然后彼此的交接、掰饼，还有祈祷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也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一种故事，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先祷告才有事情发生的。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那边讲什么是？第3章第1节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：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彼得跟约翰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时间到了，他们就去参加祷告会。然后就在祷告会的当中碰到什么人？碰到一个瘸腿的坐在那边，然后那个瘸腿的看着彼得，希望说彼得能够给他什么东西。彼得说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有什么？我只有耶稣，我把耶稣给你了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把耶稣给你。”然后我就医治他。这个瘸腿的结果就什么？他的脚踝骨就被医好了，就跳坐来赞美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不是反对什么神医布道大会，或者是我们有医治布道大会，我不是反对，但是我也不很大的赞同这样的一个方式。当年我们的这些使徒们，他们怎么样做？他们是想要一心来到教会，同心的祷告来敬拜赞美上帝。当他们要来上殿的当中，就碰到有一个人，所以他就医治他，神迹就发生了。重点是在哪里？重点是他们要祷告，他们要敬拜上帝。所以当有人这样的心意要来祷告敬拜上帝的时候，神迹自然会发生。我们不是要开什么神迹布道大会，而不是的，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个神迹，使我们能够亲近上帝。所以我们祷告，神迹就会发生。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要医治，所以我们来祷告。当然没有问题，你身体有疾病，我为你祷告，希望上帝医治你，有神迹发生在你身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我的心态是什么？我要祷告上帝，我要来敬拜上帝。时间到了，我们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这是使徒行传3章给我们看到，先祷告，神迹就会出现。然后大家看到第4章，来到第4章，我们看到说，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被带到公堂里面去的时候，他们被捉了，被恐吓了，被鞭打了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祭司长就威胁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能够做这件事情。”然后彼得跟约翰就回到教会，回到大家的当中，回到士林当中，就告诉大家说：“祭司长跟长老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可以再传耶稣，那么怎么办？教会要开长智会嘛？那解决问题没有啊？教会没有开长智会，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说要解决，而是什么？一起来祷告。请大家看4章24节，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4章24节。当我们看到说，当使徒们被打的时候，禁止他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，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什么？一起来同心合意的向上帝来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”当他们祷告完之后，聚会的地方就震动，那么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放胆传扬上帝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看我们的 pattern， 我们的模式跟他们完全跟初期教会好像都不太一样。我们每次都是有问题，就是脚痛医脚，头痛医头，我们就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事情我们就祷告，有事情祷告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看到说，他们就是都有一颗祷告的心，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，不是要想办法去解决，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荣耀归给上帝。这个是他们的模式，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就应该是这样哦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这是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。祷告的生活乃是我们属灵生活和能力的根源和动力。
我想我们教会也要求弟兄姐妹们，也希望能够扮演这个角色，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能够使到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请大家看第6章。来到第6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，教会发生问题，这时候教会内部有问题了。我们知道教会每一次内部都会有一些争端。所谓争端是什么问题呢？原来他们忽略了这个讲希利尼话的那些犹太人，在分配的事情上，等一下我们12点要去吃饭的时候，亲戚打饭的时候，给哀家少一点点，所以哀家就不高兴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提出来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了。因为这个群体不受欢迎，所以他们就不给他们多一点点，就给他少，所以不够吃，他们5个人吃1碗饭，结果就引起争端了，这内部的问题。然后彼得跟约翰这些使徒们说：“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事。”他们这些人说：“不关我的事情。”好，这个我们请几个执事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去什么？我们要祈祷传道为事了。我们要祈祷传道。那我觉得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使徒们不处理这样的事情？如果有这样的问题，如果哀家这样的事情，找牧师林牧师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祈祷传道为事，那你们自己去保重，你们去顾你们自己行。”我看哀家就反牧师了他讲怎么可能牧师不管我们的事情呢？原来不是啊。那为什么不是？我们看到说，为什么使徒们讲说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啊？其他的事情交给执事们管，难道他们牧师不管这些的事情吗？原来不是这样。当年我们看到说这个德丽莎修女，她到加尔各答的这个街道上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些病患的或者身体溃烂的，他去抚摸他们，医治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他就把服侍会友当作是服侍耶稣一样，是如此的重要。但是使徒们竟然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是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仔细看下去的时候，原来是这样。使徒们经历了这个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，他们也经历了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当他们凡事借着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开启了各样的事工。所以他们讲说，我们要什么？传上帝的道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专心的祷告。我不是说杂物不好，不是说所谓的那种教会的其他的事工不要做，而是不要影响我们在上帝面前专心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也让他能够跟教会连接在一起。你看，如果一个牧师很专心的祷告，他必然会关心会友。他常常把会友的名字提上来为会友祷告的时候，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的人，这个牧师就会关心会友，他就跟会友连接上来。所以我想，这是彼得跟雅各或者是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心意。他们就是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，其实祷告其实是使徒们或者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教会是否能够具有使徒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智呢？看重祷告。当然我们不可能撇下事物的事情，但是很多正当的事情其实是在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牧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常常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的习惯是早上起来祷告，跪在床前来祷告，我的习惯是这样。但有一天早上我就起来，因为有事情，然后就很早起来了就做了那个事情，就没有做了这个动作。然后我一直想，因为没有做这个动作，心中有一点怪怪的，不懂大家会不会这样了你没有做了那个习惯的动作，你就心中有点怪怪的。你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还没有祷告，还没有读经？”但是你一起来，你做了其他东西，你大概就没有时间了然后要去还水电费啦，孩子交代我说要去补鞋啦，这些都是正当的事情。然后打电话给同工啦，跟他们讲有一些事情要交代啦，那么还要自己，因为师母在工作嘛，还要自己要煮饭啦，礼拜一没有时间，自己要做，这些都是正当的事情。然后做到突然到了晚上之后，我才看说，还没有祷告，还没有读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很奇怪，神的灵一直在我心中一直
是告诉你，你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了，那件事情就是祷告读经，还没有做。牧师也是软弱的人，有时候也是没有读经祷告，整天的过要睡觉之前才发现，哎呀，还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快点补做了不懂大家以后会不会补一下补做还来得及了。但是我发现什么事情呢？正当的事情常常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正当的，你这都是正当的，你不是做无所事事去玩还是什么，你都是正当的，每一件事情接着，但是你就是没有时间祷告，就是没有时间来灵修，所以上帝责备我悔改当天晚上，然后以后记得每一次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总要花一点时间先做好这件事情，才做其他的事情。这是我想我们所应该有的一种的心态。那么我们看到说，来到第7章，大家看第7章。第7章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原来使徒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执事，叫做司提反，他讲道大有能力，那么感动很多人，但是也激怒了很多的人。然后这些人就要拿石头打死他。如果是我早就跑了。如果有人拿石头打你，你要怎么样？你不是要跑咯？司提反做什么？跪下来祷告。司提反竟然跪下来祷告，他不是跑掉。如果我是肯定跑了，对不起但是司提反没有跑，他跪下来祷告，结果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不因做什么缘故，他就是因为讲道能够跟上帝继续的有灵交祷告，结果被石头打死。如果大家有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被做他的祷告所感动了，悔改了。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叫做扫罗，就是以后最出名也是最伟大的使徒保罗。司提反在地上的专心的祷告的时候，影响了一个人，在旁边有一个人看见，那个人就是使徒保罗。当年他叫做扫罗，他看见竟然这样的一个人，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他都没有还口。这个人就像耶稣一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过后，这个扫罗他就悔改，变成保罗，就继续的传福音。结果他自己以后也一样的被人家杀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呢？祷告，先祷告，什么事情都是先祷告。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来到第9章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。而第9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，他夜帕，这个彼得在夜帕祷告。使徒行传第9章，彼得在夜帕那里祷告。他祷告之后，突然就有人敲他门，告诉他说：“我们有一位姐妹很热心爱主的姐妹已经死了。”就叫他名叫做多加，死了怎么办？然后彼得结果就去他的家为他祷告，多加就复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这个 pattern 模式，都是先祷告才有神迹出现，不是要应付很多的问题我们才来祷告，而是彼得在那边祷告，然后结果神迹就发生。然后彼得继续在夜帕祷告的时候，上帝给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是一块布从4个角这样垂下来。他看见那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？是要上帝要叫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他在这边祷告，哥尼流第10章在另外一个地方祷告，2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祷告。结果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彼得，你要向哥尼流传福音。”那么结果呢？福音就向什么？向外传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是借着什么？先祷告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初期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他们借着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借着祷告圣灵降临，借着祷告他们领受上帝的意象，借着祷告他们碰到问题，他们继续祷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教会不是因为有问题才来祷告，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就是什么？如果我的孩子来到我的面前，常常向我求东西，爸爸，我零用钱没有了。孩子每次零用钱没有就来到我们面前，
爸爸，我的鞋破了，刚才来到我面前。爸爸，我的感情出现问题，来找我，没有问题。爸爸，我的人际关系有问题。爸爸，我的数学不及格，不可以爸爸，我很多问题，他来找我，我都会给他解决的，我都会处理我孩子的问题。但是如果10次我的孩子都向来跟我来求东西，你说我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我的孩子把我当作是什么？问题解决的人呢？不是他的爸爸。爸爸当然会要替儿子解决问题，但是如果儿子常常只是来到爸爸的面前，只是要什么求帮助、得好处、得利益，这个爸爸心中很难过。同样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很多东西要向上帝求了。上帝啊，我的水喉破了，我的马桶坏了，也可以向上帝求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单单来到上帝，好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就单单的敬拜他就好嘛，不求其他的。所以我每次在床上祷告的时候，我说：上帝，我不求其他的，我先来到你的面前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。我不是要求些什么，如果我能够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单单向他祷告，我的心就得着满足了。我记得耶稣讲了一句话，相当的重，对使徒们，因为当有一个妇女在用这个膏油来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个卖主的犹大因为钱的关系，他说：哎呀，为什么这么浪费啊？所以就指责这个妇女。耶稣怎么讲？耶稣说：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不过你们什么不常有我。这句话我常常把它记在心中。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来祷告，为很多的事情来服侍，甚至是一些堂皇的原因，教会的工作。但是我们什么心中不常有耶稣。你不常有耶稣，你可以为很多事情来做，但是你就是没有他。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来到上帝面前，单单的仰望他，来敬拜他，不存有任何的原因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2点就结束。第一，就是教会的祷告，大家看到吗？祷告产生敬拜，祷告产生讲道，祷告产生选举，祷告产生力量，祷告产生宣教，都是从祷告来出发的。祷告是教会的一盏明灯，来指示教会当怎么样走，这是教会所应该做的。任何的宗教信仰都有祷告，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向上帝祈求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以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回应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像外邦人这样只是求福罢了，我们的信仰是要跟我们的上帝有亲密的连接，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是上帝要的。当我们与上帝连接的时候，你才过一个所谓的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你的灵才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不懂大家能够经历这一点吗？你才会满足，你才会觉得说，我是上帝所造的，我具有上帝的形象。这是教会的祷告所带来的。其实在整个的敬拜当中，我想请大家重新的来思考这件事情。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，我们来敬拜上帝，刚才大家的开口的赞美是什么？是一种的祷告，大家知道吗？当我在赞美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，是我的灵向上帝的一种的赞美，这是一种的祷告。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祷告，不是赞美跟祷告没有分开的，它就是一种的祷告。我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中向上帝发出的那种赞美，是一种的祷告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在起印的时候，在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是什么？那是一种听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在祷告。上帝啊，是的，阿们。上帝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这样做是对的，你这样讲是对的。上帝啊，这就是你的话。然后你的心一直在祷告。等一下我们要报告教会会务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执事去世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知道了听了之后，我们讲
我们心中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这个家庭啊！那是你在祷告。大家看到吗？我们的整个敬拜都是在祷告，赞美祷告，我们的听到祷告，我们会做事物，教会的事物来祷告，这是一种的敬拜祷告，这是一种的祷告敬拜，这两者是连在一起，不能够分开。如果分开的话呢，你说我是敬拜，我没有祷告，我不晓得那个敬拜是什么。这个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当中有祷告。第二，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。第二点，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，那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我们教会有祷告，我们的教会也要什么？同心合意的来祷告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1章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为什么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？初期的教会，他们为什么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呢？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他们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一章第1节到第11节里面的东西，这个是基础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说，初期教会能够同心合意，而且恒切的祷告，第一点是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。第3节大家看一下，他讲什么？第3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久，将上帝国的事情告诉了他们，所以他们知道了哦，原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活出天国的样式来。耶稣复活升天之前，把这个东西告诉他们，他们就理解了。哦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，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天国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就能够有这个共识，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同心祷告，是因为大家都看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？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要为上帝而活。第二，他们能够为什么同心祷告呢？如果我们看到第1章第8节说，圣灵要降临在他们当中，给他们见证，给他们有见证的能力，向整个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直到撒玛利亚还有到地极来传扬主的福音。他们有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给他们有力量的见证，使到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最后是什么呢？最后是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从地上升到空中，然后升天消失了。然后他们结果听到什么声音？他怎么样去，还要怎么样再来。这些门徒听到了这样的东西，看见了这样的东西，他们就有同样的一个思想，说我们看见了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，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教会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我们一定要有这3方面：同一个信仰，同一个圣灵，同样一个看见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教会呢，就能够继承一股的力量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来，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。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就在于这方面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初期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今天我也盼望适龄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们除了自己是祷告人之外，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本质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们似乎不用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祷告，在教会里面没有扬起我们的双手，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好像成为了人的地方，成为了贼窝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话，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起善工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。我们仰望你，愿你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